室喺東夫。直認東網日前報道，有機構發表護老者調查報告，發現有16.5% 受訪者曾經出現自殺或者自傷念頭，高達37.4% 處於高負荷狀況。機構建議友善僱主可以提供彈性工時、有薪陪診假等，作為支援護老者嘅一啲實質措施。講到陪診啊，真係唔講由自可。有好多人呢，或者唔係好明啊。喂，政府明明都已經透過受助機構提供陪診服務啦，有需要咪申請咯，仲益乜嘢屈啊？點解仲會出現上述調查結果呢？因為不食人間煙火嘅港產官僚根本就冇留意實際運作出現嘅種種問題。呢句真啊，先唔講僧多粥少固然係一大難題，更令人嘩然嘅係，原來有啲陪診服務要求申請者必須以的士出入醫院，否則就唔符合申請資格。唔係啊嘛，對基層市民嚟講好重皮喎，門檻咁高啊，會唔會引起抑鬱同焦慮㗎？都唔知呢挺高門檻陪診服務究竟係服務緊的士業界啊，定係致敬緊伊索寓言嘅狐狸和鶴呢？東夫就住陪診服務做咗個專題，同社工學者傾過，了解需要使用陪診服務人士面對緊嘅困難，政府必須主動出擊，解決陪診服務嘅問題。基層市民至會真正受惠。要啦，咪等港產官僚以為水崩咗，提供服務嘅受助機構穩咗就完咗責任負老懶理。事不宜遲，東夫各界即認。年過70嘅獨居長者樂女士，2年前因為一場交通意外，無奈地要靠輪椅代步，自己去睇醫生呢件事，成為佢冇可能完成嘅任務。我2年幾前呢，就真係一個好好彩啊！咁呢就係喺青山道呢，就俾個電單車喺後邊一撞，咁啊成個即係拋咗隻地皮咁砸翻落嚟，肋骨呢斷埋嘅，做手術啦，噼里啪啦咁啊，移埋打石膏咁啊，去咗做3次嘅手術咁啦，咁啊翻嚟呢，咁咪有個做行家咁呢，咁咪自己跳下咁行噶咯，冇人理噶啦，自己一個咁樣去廁所個樣啊咁啫，叫人隔離嗰個人同我擔張凳去廁所，我坐喺個馬桶嗰度。個人即係洗頭，個人都咁樣做，我都好堅強噶啦已經。咁但係問題咧就係真係覆診咗嗰度好慘咯。嗱咁一個星期有時2次，有時1次就去物理治療。我邊度去得到啫？去唔到，根本行都行唔到，隻腳唔落得地啊！揾下 A 君，有時揾下 B 君咁啊，每日即係次次唔同啦。手有勞損，腳有勞損嗰啲咧，咁我自己都諗到啲負面嘅嘢。根據社署提供嘅數據，社署津助營辦92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合共有大概13400個名額，提供包括陪診在內嘅照顧服務，輪候時間大約係11個月。樂女士就話自己試過去了解其中一個受津機構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但就獲知基於安全嘅考慮，陪診必須要搭的士。樂女士考慮到自己嘅覆診頻率高，最終都係因為費用嘅問題而放棄申請，輾轉求助另外一間提供免費陪診嘅非津助機構。凌生就係今次派嚟陪樂女士嘅義工，佢向東夫坦言，義工嘅能力有限，難以填補缺口。有啲嘅受助者，佢可能比較重啲嘅。咁我自己個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啦，咁所以我當佢推輪椅嘅時候呢，間中呢就有少少困難。另外呢，就係話有一啲嘅受助者，佢需要坐的士咁樣啦。間中嘅話呢，啲的士可能呢就係話睇我哋唔到咁樣嘅，就唔係咁容易截到車嘅。基層嘅人士喺得到醫療服務嗰度呢，唔係成日都咁足夠嘅，同埋嗰個手續都幾繁複下嘅，都會接觸到一啲長者或者係傷殘人士咧，佢哋對生活或者生命之中呢比較有種灰暗嘅感覺。雖然我都嘗試用一啲嘅積極嘅角度去同佢哋解説咁樣，但係呢都有種無助感，因為實際上呢，幫佢哋陪診之外嘅話呢，實際可以幫到佢哋嗰啲嘢呢都唔係太多嘅啫。嗱，我相信咧就話咧，我哋依家提供一個陪診嘅服務啦，相信佢就係杯水車薪嘅啫。如果我計翻舊年嘅數字嘅話咧，申請嘅人數咧就大概有250至到350左右嘅，咁呢個數字都相當之多。咁每一年我哋都會訓練80至100個義工咧，咁但係咪真係全部都做呢個陪診服務咧？咁啊，亦都係未必全部嘅。
尤其是香港，你知道而家係一個進入咗高齡嘅社會嚇，咁加上移民潮啦嚇，或者係嗰個核心家庭嘅問題啦，咁都會令到嗰個家庭嘅支援係少咗好多。咁如果呢個家庭支援少咗咧，咁獨居嘅長者咧，或者一啲雙老嘅長者啦，佢嘅需求係相當之大。我諗而家其實已經係紅燈都亮起嘅啦。現時咧呢幾年我哋已經面對緊嘅壓力都相當大嘅，因為而家我哋嚟自政府嘅機構啦，或者 NGO 嘅機構，甚至係啲私院啦，各方面其實佢哋都揾我哋嘅，因為我哋呢個服務啦，當然我哋亦都係義務啦，咁亦都係比較簡單，我哋就可以提供到服務嘅。唯有做多啲勤力啲訓練多啲社區義工。區偉文都提到，愛德循環運動主要係支援處於服務夾縫嘅人士，例如喺中央輪候冊但未輪候到服務，或者冇能力支付陪診金嘅人士等等。但係如果想靠佢哋解決相對龐大嘅陪診需求，就唔現實。社署表示，將考慮喺2025至2026年度增加社區券至12000張，供長者自行購買，包括陪診服務在內嘅項目。有關注安老政策嘅學者就認為，長者可以用嚟購買就手嘅樂齡產品，以減輕人手嘅壓力。如果講緊社署嘅11個月嘅時間，的確係一個好長嘅等候時間，但係亦都明白到社區可能喺社福上面一啲支援啊，或者配套上面，的確需要人手嘅一個參與。由佢接送去到醫院等藥等等嘅時間，其實真係以一個就去咁樣計算。咁亦都明白到呢一樣人手短缺下，其實都係社福機構而家面對緊嘅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我哋都可以從一啲硬件上面去睇下，會唔會幫助到長者喺就診上面嘅一個需要啦？舉例子即係老友記可能會係害怕醫生講完嘅嘢，我會唔記得。咁我哋亦都市面上會見到有一啲小型掛頸式嘅一啲錄音設備，幫助病人去見醫生之前呢，可能預錄咗家人嘅一啲想法，醫護團隊嘅一啲語音啊，亦都可以透過嗰個嘅工具啦，去進行錄製啦。咁就返到屋企嘅時候呢，再重溫返病患者嘅需要喺邊度。我哋都見到一啲陪伴機械人嘅，可以做到引路嘅角色，預設咗佢哋即係要行嘅一啲路線嘅時候呢，可以讓到成個流程啦、揾路嘅過程啦嚟得順暢啦。有人性化嘅一啲服務，其實喺成個陪診過程之中呢，係唔能夠缺少。咁始終即係病患者可能喺心理上邊啦、生理上邊各方面可能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需要。咁人上邊嘅一個支援啦，會唔會可以提供到舒緩到佢哋喺各方面嘅一啲憂慮啊、想法？我始終會覺得科技呢一樣嘢咧係一個輔助嘅形式嚟嘅啫，即係減輕某類型上邊嘅一個負擔，甚或乎咧係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更好嘅一啲記錄。有病千祈唔好諱疾忌醫。如果因為一啲外在因素，例如陪診服務供應不足而造成求醫困難，呢個絕對係政府做得唔夠咯。我好同意你所講，但相信你都留意到香港地家陣好多人係有病，但佢本身唔知咯。唔信睇睇啊！哇係，咁大個櫃，唔知邊位尖不甩，組件仲有玻璃添。有一個有返咁上下年紀嘅阿姐就咁推住，萬一佢唔夠力，又或者一時心煩，潮熱到汗，個櫃失一失平衡，會唔會重演早前中環南宮搬運石膏板被壓住嘅一幕呢？又唔淨止阿姐要自律嘅，男女老幼所有乘客都應該自律啦。係咪咁話？唔信睇睇以下段片啦。咁高都可以行到地鐵，入到地鐵㗎咩？朱丹，哇咩事啊？佢以為自己打緊電換芒亨啊？得嘅咩？乜搭鐵係中意帶乜行李都得嘅咩？係嘅話，撐杆跳運動員又立住支杆搭鐵咯喎。咁段片只係去到阿生佢，疑似準備入閘啫。只不過咧喺度提大家啦。根據香港鐵路附例，任何人不得攜帶由列車運載或裝載時，會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或任何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的行李物品或其他東西進入鐵路處所，違者可被罰款2000元。2000
現照價搬運客貨車100-200幾，乜都搞掂啦，使唔使笨得咁交關？試下跌唔跌到2000銀啦？係咪同銀紙有仇先？或者人哋唔係同銀紙有仇，而係有閱讀障礙，睇唔明港鐵附例講緊乜？又或者心入面住咗個嫌仔，係都要強迫自己睇下幾時俾自己搬嘅石頭揼爆腳呢？今集東夫職應時間差唔多，大家有咩申訴，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東夫職應，拜拜。